难道他真的写了什么？他也知道自己长得有多恶心，为了能够接近男人，他什么都做得出来。毫不夸张地说，那时候他在我面前就像一条狗。不只是我，他还喜欢和各种男人玩。算他命好，后来攀上了那个整容医生，转眼就把我甩了。看他在节目上装得那么正直，我真是恶心死了。我估计那些话都是炒作，都是有台词的，大家千万别被他骗了。这瓜是真的吗？亏我还那么支持他，原来他这么假呀！这种女人为了整容连命都不要了，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？怪不得要整容，我看就是为了陪更多的男人玩。怎么又是这个韩雨欣的消息？看着就恶心。不是的，谁能帮帮我？有谁知道真相？巨荣。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去山里度假了，最近可能没信号，回不了信息哦。怎么办？院长，院长。对不起，院长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网上说的那些都不是真的，院长，你相信我好不好？